该死的顾西城，竟然让我当清洁工！新来的是吧？对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哦，看这样也不像是干清洁的呀。算了，谁让你有门路呢？不过既然来了，就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我们清洁部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，它可是整个公司的后盾呢。因为有了我们，其他人才能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，那工作效率才能大大的提高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们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我们清洁部一共是18个人，1人负责1层楼，加上你19个。对了，你叫……您管我叫小西就行。啊，小西是吧？那你就去负责一下大厅，大厅和周围的卫生都归你管。那么大？那么大，就你的工作量算最小的了。快去干活吧。好。哎，新来的，用手拖地呀。拖把和扫把。后边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做事情毛里毛躁的。不好意思啊。顾总，来公司这么久，真的特别感谢你。啊，好，我知道。啊，你忙。那不是贺锦熙吗？他怎么成了清洁工？他和顾西城之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哟，这不是贺锦熙吗？风着好好的上哪年日子不过，怎么来这儿当清洁工了？当清洁工是我的事儿，我高兴。还别说，就这身衣服，还真挺适合你的。哎，你说，如果顾西城没瞎，就你这样子，他肯定下不去嘴的。我不会让你接近西城的。看他让你当个清洁工，说明他也没有把你看得太重。贺锦熙，你说这次咱们俩谁会赢啊？不管顾西城让我干什么，这都是我们2人之间的事儿，我愿意就行，跟你没关系。再说了，就凭我是他合法妻子这一点上，我永远都比你强。麻烦让一下。该死的贺锦熙，怎么变得这么牙尖嘴利了？这个贺锦熙，他怎么会在公司啊？难道是怕别人接近顾西城，所以特地来看着他？这个女人真是阴魂不散，太讨厌了。意见。陆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误会。你是我们顾总特招上来的人啊，
我哪敢误会你呀？还有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你可千万别叫我姐。以后啊，叫我陆助理就行了。嗯。一个小小的助理就敢给我脸色看，等以后我成了总裁夫人，一定让你走人。贺锦熙来公司上班，顾西城应该是知道的呀，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喂，贺锦熙。我看到南宫琉璃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尽量看好顾西城的。我知道了。新来的，又偷懒呢？没有啊。你说你第一天上班就这么不用心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别以为你有门路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活干完了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我刚擦完的。擦完的就这样啊？重新做。这周围啊，这都归你管。活干完了吗？用点心。你没事吧？南宫琉璃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了？我看你不小心跌倒，好心问你一下。明明就是你把我绊倒的。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大家都看见了，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的，是不是？南宫助理那么好人，怎么会把你绊倒呢？就是啊，你自己跌倒还要赖人家南宫助理。南宫，算了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对啊，赶紧走吧。走吧。你干什么冤枉我？谁冤枉你了？
知道今天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老夫人，您喝茶。你要累了就回屋里歇着吧。景熙啊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凭少夫人的学识能力，这个一般的工作应该没问题。您放心，就怕他不适应。那不还有少爷吗？是啊，他们俩现在啊，感情这么稳定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一会儿，你让露露做2样景熙爱吃的菜，她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肯定很累。是，那您进屋歇着。好，歇会儿。陈主管，南宫助理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，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，看你们15楼的卫生间打扫的不干净，副总挺生气的，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。如果再不干净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扣你们清洁部的奖金了。我这就顺路过来提醒你一下。南宫助理，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呀，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南宫助理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派人去打扫，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。哎，是，我们一人负责1层楼，工作量可大了呢。哎，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，那你让他去打扫啊？哦，新来了，我让他打扫大厅了，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。行，那我呀，这就让他去打扫去。你看，我这特意来告诉你，如果顾总知道，那肯定不高兴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。南宫助理，你放100个心，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，我领你的人情，我肯定不会收手续的，你放心啊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也继续忙啊。哎，南宫助理，您慢走啊。新来的，又在偷懒呢。哎，那个去把15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。主管，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？怎么？那推3阻4啊？啊？不是，身为神龙集团的一名员工，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呀。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，就办不到了。我不是这个。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再说了，小希啊，我呀，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，也比别人呢升职的快，是吧？那个主管，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，就应该是主管了吧？您的意思是说，准备培养我？小希，你工作第1天，野心可不小啊！啊？不是，您刚才说什么升职空间大什么的？升到主管，你做梦去吧！本主管的实力，那是你能比的吗？工作去吧。啊，步伐带快，利索点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小希，饭盒。吃的比我还好呢。
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真生我气了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喂，有没有人啊？外面？奶奶，回来了。锦溪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？哎，他人呢？锦溪没回来。没有啊，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？奇怪，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们没吵架。你这混小子，是你跟他吵架了吧？你们早晨出去的时候不是还是好好的吗？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们没吵架。我激什么动啊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就是让他当了一下清洁工，体验了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什么？你让他当清洁工啊？他可是我们神龙集团总裁的夫人，他不生气才怪呢！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，当他面啊，你要跟他承认错误。行了，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去找他还不行吗？你快点去，快点去呀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不回来他，你也不要回来。哎呦，这孩子把我气死了！你说他让锦溪干什么清洁工啊？你看看，本来两个人好好的。哎呦，您先别着急，少爷一定会把少夫人找回来的啊！也不知道锦溪啊现在怎么样了，这孩子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把钱拿来，我要打牌去。这是给孩子的学费。挣什么学你？学费这来什么？学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这都娶了你。爸爸，不要让爸爸。你谁？谁？快小黑屋去！滚！孩子，放开他！滚！放开他！你滚！把钱拿来！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个贺锦溪，
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嘛，怎么这么小气？难道想离家出走啊？清洁工？哎，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我。谁呀？这么讨厌啊？不要保险啊！我是顾西城。是顾总啊！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熙的？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？对。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？我没让他干什么呀，我就让他打扫厕所。什么？卫生间？我告诉你，程莎莎，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都由你负责。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你醒醒，锦溪，锦溪！也不知道贺锦熙现在怎么样了，和我斗，这就是个开始。锦溪怎么样了？少夫人是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而引起了昏厥。我已经给她吃了一些镇定的药物，醒来应该就没事了。不过，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了。平时啊，多给她吃一些安神补脑、镇定心神的食物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只要她没事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！刚才看到他那个样子啊，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老方啊，赶紧送沈医生。是。谢谢了，沈医生。沈医生，请慢走啊。锦溪。锦溪，你醒了。我得谢谢你救了我。行了，别自责了。
医生刚走，他说你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受到了惊吓，多休息几天。这几天你哪儿都别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我不用休息啊，我明天就可以去公司上班啊，挺好的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万一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不会啦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没关系，虽然呢工作辛苦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这几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。不行，就算你要工作，也不能再做清洁工了。要不你做我的助理吧？我才不要呢！前一天还是清洁工，第二天变成了总裁助理，别人不知道在背后说些什么东西呢。我可不准备变成那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做清洁工挺好的呀，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有一个助理叫南宫琉璃啊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，不要让他接近你？贺锦熙为什么不让我接近南宫琉璃？难道莫非他吃醋了？喂，顾西城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有啊。行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赶紧休息。我的猫呢？在这儿呢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谢谢，谢谢。看来上次没有让贺锦熙得到教训啊，还这么有精神。哼！可是他现在还是个清洁工，这是不是说明顾西城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？你说什么？你让你老婆当清洁工？哎呀，本来我就想逗逗她，可谁想到这样。不过，我已经向她道歉了。我没听错吧，顾西城？你给一个女人道歉呢？啊？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道个歉又怎么了？那现在怎么样了呀？现在我不让她来上班，她说她在家里无聊，非要过来。那你给人家安排一个稍微轻松点的工作嘛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不同意呀。他不同意？我的天哪，他有洁癖吗？当清洁工上瘾是吧？他说他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想体验一下普通人工作的乐趣，还不让我暴露他的身份。哼，那你同意了吗？那不然呢？喂，上阵，都听见了吗？没错，顾西城被一个女人拿住了，他对那个女人唯命是从。什么后台啊，这么硬？陈主管你找我呀？小溪呀，喝不喝水啊？我不渴。辛苦了工作。那个小溪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鉴于你前段时间的表现特别的突出，我呀就跟上面申请了，以后啊你只要负责总裁办公室那一层就行，其他都不用管，都不用管。谢谢主管。不客气，不客气啊。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那主管你去哪儿啊？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，
我呀，就去打扫个卫生间啊，很快就回来。没事没事，你一会儿就回啊，一会儿就回。慢点慢点，慢点。打扫卫生间啊？哎，小夏，坐啊坐，休息最重要。我先走了啊。打扫卫生间。进。顾总，这是今年各部门的财务报表。好，放这儿吧。啊，这里面有几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，我再给您说一下，可能需要点时间，您看。不用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。这个也是您亲我字的。好，明白了。哎，顾总还有？不用了，有问题我会找你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顾总再见。吃饭呢？啊，怎么了？奶奶，我今天不太饿，可能上班有点累，我想先上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好好好，去歇会儿。奶奶您慢吃啊。哎，好。真不吃了？我怎么看着锦溪，好像有些不开心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又惹她了？哪能啊？我怎么能惹她呀？锦溪可是个好孩子啊，你可不能欺负她。哎，奶奶，我知道，现在她有您罩着，我哪敢惹她呀？那你还让她做清洁工啊？赶紧给她换点好点的工作吧，要不然人知道了，那咱们顾家多没面子啊！我知道了。回头我就安排。来，吃个鸡腿。好。贺锦溪啊，贺锦溪，你跟南宫琉璃之间的恩怨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才能让顾西城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呢？啊，烦死了！啊。何小姐，你委托我查的资料，我已经查到了。你放心，只要资料属实，全力去调查。你们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都不用去当地调查。你说的那个方式啊，已经 out 了。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你不要小看我们侦探社啊。想查这种普通人，对于我们来说，
So easy。这位小姐从小到大的简历基本上都在这儿了。根据网上的痕迹显示，她曾经有一位相爱多年的男朋友，两个人似乎是从高中时期就已经在一起了，经常喜欢秀恩爱。不过她为了参加神龙集团顾家继承人的选妻大赛，倒是付出了很多。你看你手上那个资料，翻。停，就那一张。根据上面的资料显示，她曾经做过流产手术，回来以后没几天就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。现在的女人呢，真的是虚荣，为了钱，可以放弃多年相爱的男朋友，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。南宫琉璃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秘密。如果我让郭希晨知道你的真面目，我都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脸跟我抢。最近挺累的吧？要实在受不了的话，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。顾少爷身边的助理已经不少了，不是刚刚也提起来一个南宫琉璃吗？哪还有我的位置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只要你想，位置永远有。我才不去！看见那个南宫琉璃就不高兴，伪白脸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这个南宫琉璃啊，工作挺认真的，而且能力也很强。顾西城，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我要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了？我先声明啊，我跟他之间只有上下级的关系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停车！干嘛呀？还有一段才到呢。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就真解释不清了。你还是让我过几天孝那日子吧。你再不停车，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好，停。一会儿见。常副总，你来啦！常副总，南宫，听说你升助理了，祝贺！谢谢。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，还以为在公司待不了多久呢，没想到结果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以后还要常副总多关照呢。好好工作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啊，麻烦了把这份文件交给顾总。好的。是苏小姐吗？你是？什么也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一位姓贺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喂，苏妍希，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收到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，结果意外的收获。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城，顾西城自然会原谅你。交给顾西城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要你干嘛就干嘛。傅博雅，老虎刺俺，谁
闪开！那旁边什么名字？不要走踢球去！进来。顾总，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哎，顾少，小嫂子呢？约人逛街去了。真的是逛街吗？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去偷男人了？偷你妹！作为男人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。你说哪个男人会比我有钱，比我帅？这倒是真的。只要他不傻，他就不会放弃你这条大鱼去捡小虾米。长真，你发现没有？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。现在不是小嫂子缠着他了，是他对小嫂子动真情喽。是这种情况吗？哦，说来我听听。我跟你讲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是你约的我。我在等我爸爸。是不是带你去找你爸爸？不要，我要在等他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能忘记了是怎么了？快，你放开他！你把这事闪来！那房叫什么名字？来，你跟叔叔们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啊！来，不要走踢球去！叶希，我好想找到你了，你都把妈妈吓死了。对，你好，傅先生。啊，你好。您先坐吧。好。哦，你是？哦，我想请您先看一下这个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调查南宫琉璃？你想干什么？傅先生，您先别误会。
我是顾西城的妻子，我叫贺锦熙。顾西城，神龙集团那个顾西城，你是他妻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南宫琉璃是你前女友，我相信你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你能不能替我劝一劝她，请她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，可以吗？你找错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那你也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啊！他这么做是在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是错误的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她是个倔强的女人，我阻止不了她。傅先生，我之所以先把您找过来，就是想给他留面子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顾西城看到这份资料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没有结果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份资料交给顾西城，伤害到南宫琉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傅先生，傅先生。我的天哪！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
西城。来啦，顾总，你来啦，南宫，请进。这瓶红酒，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一起喝。谢谢顾总。不错啊，虽然小了一点儿，但是很温馨，看得出花心思布置了。家里地方小，您别嫌弃啊。其他客人呢？是我来早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上班2天，认识的同事也不多，所以就请了2个要好的，他们等一下就到。顾总，您先坐，我给您倒杯咖啡。喂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很抱歉，家里有点事儿，可能一会儿要早点回去。啊，这菜都做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是，不管怎么样，饭也得吃完啊。来，产自法国圣彼奥古堡的红酒，这款红酒给人的第一印象，气味清新，单宁柔和，回味持久。顾总，你可真有品味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您带的这款红酒。哼哼，看来南宫对于红酒还挺有研究啊。那我今天就借花献佛，敬您一杯，谢谢您陪我过生日。Cheers。哈，可能是你朋友来了，开门吧。啊。开门啊！他们都是来给你过生日的。那您稍等。谁啊？
琉璃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不方便？啊，琉璃，这位是？我是。哦，他是我表哥，过来给我庆祝生日的。哦，那正好，一起吧。你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们就开吃了。来，坐吧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呀，今天我生日。好，既然是你生日，那我祝你生日快乐。哦，好酒量。说好的马上回家呢，骗子！这，你表哥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表哥他脑子不好，而且不顺酒力，一杯就倒。你看，就又喝了一杯。哎，你表哥真逗啊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照顾你表哥吧。正好我家里也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顾总，改天请您吃饭。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了。咳什么咳呀？没看见我在看书吗？不要打扰我。倒着看书，厉害了。我洗澡了。回家洗澡，那就是说什么也没发生了。醒了，醒了就走吧。琉璃，昨天顾西城的酒里边，你是不是下药了？我下药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告诉他啊。嫁个有钱人，对你就这么重要吗？顾西城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人，你知道我嫁给他那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为每天的生活发愁，我可以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琉璃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为了能实现你的梦想，你可以放弃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可以不择手段的去勾引顾西城，甚至为了他，可以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别跟我提孩子。琉璃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了解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你这是在玩火，你知不知道？
自己看。谁干的？是不是贺锦熙？奶奶早。哎，早。我们上班去了。哎，奶奶，我们走啦。嗯，去吧。把衣服穿上。好。奶奶，拜拜。方叔早。好好。上班啊。方叔早。哎。老夫人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哎，放心啦，只要他们两个人啊，能这么一直好下去。嗯，你喝茶。哎。进。顾总，这是常副总让我给您的报告。哦，放这儿吧。嗯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，就是那天我表哥挺失态的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那行，顾总，那我先出去，你有事叫我。去吧。喂，商震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一起聚会啊，带上自己的女朋友啊。女朋友？我上哪儿找女朋友去啊？你带你老婆呀？她呀，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挺好的啊！快来快来快来！好，我问问她。不接电话，不会又锁在厕所了吧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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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锦溪，锦溪，你没事吧？顾总，快叫救护车！快！锦溪，你醒醒！张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顾少，请放心，病人没事的。没事，没事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？病人脑部受过撞击，受了伤，有轻微的脑震荡，所以有昏睡的情况发生。不过阵子他自然会醒来，顾少不要担心，他脚踝上的伤自然会痊愈的，休息几天就好。脑震荡需不需要什么特效药？哦，它只是轻微的，不会影响大脑的功能。行，谢谢您，张医生。您不要客气，我们是应该做的。那我就出去了。
刚到公司你就状况百出，真是够蠢的。我已经派人把少爷和少夫人接回来了，少夫人的身体没有大碍。哦，对了，沈医生说，最近这段时间他会每天来给少夫人做检查。他说少夫人恢复得很好。从楼梯上摔下来啊，可不是什么小事儿。幸亏他年轻，底子好。哎，还是少爷发现的早。沈医生说了，如果耽搁的时间太长，少夫人也许就没这么幸运了。我觉得这里面啊，没那么简单。锦溪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？啊，我问过少夫人了，她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脚下一滑，人就摔下去了。你有没有派人去检查过呀？您的意思是？这里面啊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想想，锦溪工作没2天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背后啊，应该有人是针对锦溪去的。有这样的事儿？你让人去调查一下，看看锦溪啊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受的伤。是。还有，这事儿啊，先不要告诉西城，暗中调查就行了，啊。明白。干嘛？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来，起来吧。慢点啊。没事，我自己。你确定可以啊？可以。他也要上厕所去。既然找人调查我，这个丑八怪死女人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呢。你能找人调查我，我就不信你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腿受伤了，顾先生也没有去公司。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不用你告诉我。妈妈现在怎么样？贺金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对妈妈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，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溪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，让
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不是，奶奶，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怎么无所顾忌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注意点啊。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。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！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啊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哼。这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粒儿，我们的人在少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少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哼，我就知道，景熙摔下去啊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。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您可能忘了，她是老夫人给少爷指定的妻子的人选之一。那天就是她，和少夫人一起来面见少爷，最后，少爷选择了少夫人。哦，这么说。这个女人有很大的嫌疑了。是，因为少夫人在公司没有仇家，其他的人没有动机，只有这个南宫琉璃。哼，南宫琉璃，胆子也真够大的了，居然敢动我们顾家的人。少夫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啊！是啊，这次啊，奶奶帮你出气，我准备以故意伤害的罪名起诉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起诉他，一定会伤害到傅博雅吧？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得阻止奶奶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南宫琉璃啊，他一定是因为太嫉妒我了，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这样的举动来的。我也知道呢，奶奶您是想为我出头，可是我觉得他太年轻了，如果我们起诉他的话，他后半辈子不是就毁了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那就是放过他了。景熙呀，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吧？也没有心慈手软，我就是觉得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顾家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呀？这个南宫琉璃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他。奶奶，这次的事儿，您能不能让我自己处理啊？既然他是冲着西城来的，只要让他离开西城身边就好了，我就不想再追究这些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奶奶，求求你了，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性子可不能这么软弱。哎呀，既然你求到我呀，那我就卖你个面子吧。不过，你要去找那个南宫琉璃啊，还得我陪着你去，不然你自己去啊，肯定要吃亏的。奶奶最好了，这孩子。进来。有事啊？顾总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想提前回去。好，不舒服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还有安安在呢，正好我也要出去一趟。哎，顾总，那天那个跌倒的清洁工他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。你们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，就是总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，所以记住了。没事就好，都是公司员工，我怕影响公司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
锦溪，锦溪，还没回来。 哦，方叔，锦溪呢？啊，少夫人和老夫人一块儿出去了。一块儿出去？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要找别人谈话，老夫人不放心，陪着一块儿去了。什么人让奶奶这么重视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。少爷。 顾老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进。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咖啡。行了，不麻烦了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件事儿的。什么事儿啊？ 什么事儿？南宫琉璃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当初西城在你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锦溪做妻子，你输给了锦溪，结果你就想方设法地进入了神龙集团，还当上了西城身边的助理。你是个什么样的心理，我就不说了。可是你却对我们顾家的媳妇儿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诚心把她给害死啊？ 我没有，老夫人，我承认我是喜欢西城，可是我并没有对贺锦熙做什么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哼，你以为你做出的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？以为我们顾家拿不出证据来是吧？南宫琉璃，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，以前的事就过去了，我没什么事也不想去追究。 只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再纠缠顾西城了？毕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我们俩的感情。肯定是贺锦熙误会了我跟南宫琉璃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找人家麻烦去了。哟，吃醋了？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会吃醋啊？吃醋是好事啊，说明人家在乎你、爱你，不能没有你，想要你。 行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我听说我奶奶都去了，我得赶紧赶过去。完事再聊，拜拜。老夫人，贺小姐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我真的喜欢西城，我求求你们，不要让我离开他。胡闹，伤风败俗。啊，奶奶，奶奶你别生气啊，我们俩来之前说好了，对不对？嗯。 顾老夫人，上次选拔就是个笑话，西城根本不了解我们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奶奶。南宫琉璃，你何必执迷不悟呢？只要答应我，你离开神龙集团，以后不再纠缠顾西城，之前所有的事儿，我都愿意既往不咎。顾老夫人。 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是我错了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求求你了，顾老夫人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喜欢西城，西城就一定会喜欢你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次要不是锦溪给你求情啊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下场，你心里最清楚。顾老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证明我自己比他强。 南宫琉璃，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干嘛非要缠着顾西城不放呢？你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贺小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让我离开西城，我求求你了，是我的错。南宫琉璃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！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！哎呀，对不起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你放开我！你太过分了！住手！贺锦熙，你在干什么？西城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，这里没有误会，您就别在这添乱了。我添什么乱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件事是我故意的，跟南宫没有关系，你们都误会他了。还有你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这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顾西城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呢？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我只看到你在这欺负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走。顾西城，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奶奶，好了好了，这事儿啊，肯定是他误会了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去，回家跟他解释清楚啊！走走走，别气别气，咱们先走。南宫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谢谢顾总。对了，公司那个清洁工的身份你应该知道了吧？她是我的妻子贺锦熙，她今天来找你，可能是有些误会。不过你放心，回去我会跟她解释清楚。顾总，今天要不要留下来？顾总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南宫，南宫，你冷静点，我对你没意思。我不信，你要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提拔我为你的特助？你要真对我没意思，为什么你对别人都不像，却对我这么亲切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让你误会了。不过我确实对你没意思，我提拔你那是因为你敢说敢做，我对你亲切也只是上下级的关系，没其他的意思。西城，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好？要是我哪做的不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呀，南宫，南宫，你做得很好，可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你结婚了，可是你们俩并没有感情啊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让他去当清洁工。西城，西城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好了，南宫，你放手。南宫琉璃，你冷静点。她是我妻子，我们之间有没有感情是我们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请自重。顾西城，看不出来，你还真把婚姻当回事儿。我就不信，拆不散你和贺锦熙那个贱人。